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是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世界卫生大会伫今仔日暗时6点召开视讯会议，中国大和台湾连续4年拢无受到邀请，外交部甲卫福部拍算要向 WHO 提出抗议。总统府伫今仔下晡宣布新的人事命令，苏家全接总统府秘书长，顾立雄接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转任海基会董事长。受疫情影响，台北车头禁止民众坐伫大厅的涂骹，虽然已经稳定，但有可能继续维持大厅的情形。讲到咱国内是连续11天无确诊病例出现，而且是36天无本土个案啊。另外，一年一度的世界卫生大会 WHO 伫台湾时间暗时6点左右头摆召开视讯会议。不过，中国一再打压台湾，咱台湾是连续4年拢无受到邀请。外交部长吴钊燮甲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伫下晡也做伙召开记者会，表达遗憾甲不满，也会向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处提出抗议。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 在台湾时间18暗时6点登场，因为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头一摆改用视讯会议召开，讨论焦点也集中在安怎处理疫情。不过台湾也是无收到邀请批，已经连续第4年无到参加 WHO。我们要对这样的一个情形表达我们的遗憾跟不满也要表达我们的抗议我们已经今天等于就像 WHO 秘书处会递交我们的抗议函。外交部长讲，已经有29个国家行政部门以多元方式表达对咱参加 WHO 的支持。另外，也有愈来愈多理念相近国家的高层公开发言表达支持。其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加拿大总理小杜鲁道、美国国务卿庞培欧以及纽西兰副总理兼外长 Winston Peters 都是首度公开表态，意义重大。指挥官陈时中讲，台湾主动提供防疫物资予有需要国家，包括关税安，也有日常的机器、加温情，展现台湾用斗3工，正伫帮助全球共同防疫。让在疫情里面足以跟大家分享的台湾模式，没有办法在会议里面来表达。那我相信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损失。那当然对我没有办法吸取其他国家的一些相关的经验，对我们也是不利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强调，中国对 WHO 控制干扰力量真大，严正呼吁 WHO 秘书处应该坚守专业中立，秉持中国政府干预，让台湾参加 WHO 所有会议机制甲活动。另外，由今年线顶讨论议程只有2天，吴钊燮讲，友邦建议等到今年年底举行实体会议时，才进行推案，呼吁 WHO 纳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在今公布上新的5月20总统府人事，由苏家全接总统府秘书长，顾立雄担任国安会秘书长。本地是国安会秘书长的李大为转去做海基会董事长。国安局长邱国正是继续留任。本地做行政院发言人的古拉斯转去总统府做发言人。下晡总统蔡英文也颁发中山勋章给副总统陈建仁，也讲伊是有史以来上届无用的副总统。恭请总统授勋。18下昼，总统蔡英文伫总统府颁发中山勋章，予即将卸任的副总统陈建仁。中山勋章是中华民国第2关荣誉的文职勋章。蔡英文学了陈建仁是史上上无用的副总统。很多人说陈副总统是史上最忙碌的副总统，我则要说，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么温暖、诚恳、专业又具有责任感的副总统。真的很感谢总统对我的信任，让我能够在年金改革、在婚姻平权、在人权的促进，还有最近的这一个武汉肺炎的防控上。副总统陈建仁表示，将应邀归予台湾2300万人民。陈建仁讲，这4年来经过年金改革、婚姻平权等重大议题，甚至今年遭到武汉肺炎冲击。总统府发言人也宣布，总统府人事异动，新任总统府秘书长由前立法院长苏家全接任，国安会秘书长由前金管会主委顾立雄接任，国安局长邱国正留任，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转任海基会董事长。总统府发言人由古拉斯担任。顾秘书长具备的3项特质，那么首先是丰富的法律专业，在处理国安事务上需要健全的这个法律基础。那么第二是系统整合的能力，
那么顾立雄先生在金管会，那么过去这段期间以来的领导跟他的表现应该已经是最好的证明。第三是总统的信任，那么以及默契。总统府表示，苏家全将政治力丰富，熟悉国情事务，会当协助总统甲社会沟通，也肯定李大辉长期伫外交工作推动的杰出表现，毋望会当伫两化事务上更加进一步。记者综合报道。金管会主委顾立雄透早伫立法院表示，接落来会接任国安会秘书长，伊强调讲上任了后有2项主要任务，包括国安团队重新调整，另外就是国家安全议题会甲各部会进行协调。但是人生也都充满了惊奇，看起来又要转换到另外一个跑道。我本来当了30几年的律师，然后这4年的从政生涯转变会这么大。中正生活变化真正真大，自从接任国安会秘书长的顾立雄真感慨。当初接任金管会主委，各界拢无看好，甚至批评声音不断停落来。任职2年8个月，伊讲刷落来金管会主委将交予为基层出身、资历丰富的副主委黄天木来接任。会不会有想做哪几件伟大事情没有做完，然后就要高升？很高兴这个我们有黄副主委来接手，不用再面对一个路人甲。2016年，捌担任民进党不分区立委，不过只做一个会期。2016年9月，不动产处理委员会成立，担任首任的主委。任职1年了后，伊毋是财经背景出身。2016年9月，佮接任金管会主委，以后辈的姿态出任国安会秘书长。自总统马英九时代到总统蔡英文，担任过国安会秘书长为苏启、袁建生、金富聪、高华条、吴钊燮。到李大辉，会当讲拢是找有外交、国防、军事背景出身，顾立雄出线真正互外界真意外。没有一个人能够是一个全才，在国安会，我想秘书长任务主要就是说，就国安议题做好一个提供总统一个咨询的工作，然后另外涉及国安的相关议题要去跟各部委进行实质的协调。那我想国安团队要如何能够再重新来整队，我想。这可能是我上任以来应该要面临的一个课题。虽然内阁新政书还未正式公告，不过已公开大方证实将前进国安会。对于报纸报道，顾立雄捌因为纾困案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意见不合，捌冤家，致使顾立雄离开金管会。伊讲报道不实，强调伊伫金管会期间真受苏院长肯定，是总统蔡英文精神，最后才接任国安会。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发生总统府的系统互破解，机密文件外漏，阁互做卡手。总统府在今日也对外说明，经过调查，网络顶头流传的伪造内容，毋是公务文件，也毋是机密文件，也若变造文件的部分，刑事局当来调查。总统府系统的部分，由国安局当来对查。这礼拜就要举行5指控总统就职。顶个拜6礼拜，煞爆发总统府的机密文件，亲像互变造外流。总统府10日下晡向我说明，目前外流的文件是经过伪造，无属于公务文件，嘛毋是法定的机密文件。目前所流传的这些变伪造资料，并不属于公务文件，也不是法定列管的机密。也提醒各界避免这个传播炒作，成为不法错假讯息的风向通路。早起国民党团批评民进党开始进行内部斗争。捌伫马政府时期做总统府发言人的立委陈以信指出，总统府的资安残局有分内帮甲外帮两个无相通，若是内帮防渗透外流，就会出现真大国安甲军事机密外流的风险，应该进行国安残局的调查。如果内网被渗透，那么这个问题会非常的严重。因为它代表的不只是总统的这些对话记录，甚至包含了军事机密、国政机密各种的重要的一个资料，它都有外泄的风险。因为防攻击的内容牵涉到独立机关 NCC、促转会甲监察院等等的人事建议，点名亲历色彩的人事。国民党团放掉无对人事动议权背书，不过 NCC 的主委被提名人陈耀雄坚定否认亲历。我们没有说什么亲历色彩这个东西，这个是这个文件自己写的。NCC 是一个独立机关，我们自己在找委员里面来，就是依照法定的要件跟程序。行政局主办嘛，这个案子由他主办，调查局当然可能在某种程度也会去做协助吧。总统府表示，针对互变造的文件，刑事局已经展开调查。若是府内人员敢有设备去互攻击，目前嘛由专家甲国安单位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咱所讲的无薪假，也就是减班休困劳工，上新的人数也已经超过2万人，其中有1189间的企业正在实行减班休困，企业数量也是有史以来上界多。劳动部最近针对疫情的纾困补助，有对就业安定基金编列预算，正有风声讲劳动部打算要用就业安定基金来甲各地收费员自救会拍官司，虽也引起争议。疫情继续冲击经济，红叫做无薪假的减班休困的劳工人数，4月底有18840人，5月中通报的人数阁加真多，来到21067人。实施的企业有1189间，企业的数量阁创下新高的纪录，而且敢有稳重的乌数，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质疑。立委就指出，就算企业无通报，其实嘛未受到处罚。劳动部里面现在的法规，无薪假不需要通报。之前才要通报，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在法令上滚动式的修正，无薪假也应该通报，这样子你们才有办法掌握确实的数据。劳动部已经对就业安定基金编列预算，补贴4721个无薪假劳工的薪资差额，但是伫疫情影响就业市场的情形之下，劳动部真正嘛决定动用就业安定基金，甲各地收费员自救会拍官司，而且动用经费的理由是提升劳工的福利。地书调亚拢立委认为讲真无妥当，所以今天外界其实非常有疑虑的一个问题是说，你今天跟一群为自己争权利的劳工打官司，为什么你打赢打输，这个跟增进劳工权益的福祉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是回归到交通部，他要来付这笔钱，因为当初这个事情就是解决交通部所主管的国道收费的争议啊。各地收费员自救会向政府争取自建中有价专案补贴，但是事后发现，抗争的收费员嘛提到，加上补贴的金额有差，所以提出行政诉讼。柯明春表示，劳动部是被告这边，所以爱编列预算请律师。即马对就案基金来纳钱有争议，会协调由当初的主席单位交通部来出这条钱。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黄山雨方面影响，全台湾拢在落大雨。伫咧彰化花坛、中原路部分路段甚至过淹水。气象局也表示讲，在今仔日黄山雨方面接近，明仔载到台湾会阁雨水会阁较强，到拜四会有第2批雨水，落雨情形大约爱1礼拜才会较停。雨落真大，阁真急，路边淹水，淹甲脚头夫，车开过淹水的所在。水规拢喷起来，要车行10岁，唔敢开过去，结果大塞车。大家拢安积水吼。先做这狗还未老的。这狗新做尔呢。系啊，按怎个头一届的。黄山雨方面接近台湾，加上吹西南季风，彰化花坛早时9点外落大雨，中原路部分路段水淹过路边，造成塞车。这波方面有加继续1礼拜。未来在周2到周6前后呢，大概长达5天左右的时间呢，锋面在台湾附近徘徊，可能会有比较属于短时强降雨出现的情形。气象局讲，这波方面明仔载到台湾，明仔载后日2天会有头一波明显落雨，各地出现顺雨也是雷雨。到拜四方面继续留伫台湾，加上热天的西南季风水气，台湾会有第2波的大雨，尤其西半部山区更加爱注意。未来这7到10天之内，我们基本上都是受到这个锋面来回摆荡的这个影响，各地大概都会有明显下雨的这个情况，尤其是西半部的这个降雨可能是特别要注意的。气象专家讲，这摆方面是有标准的黄山雨，时间长、雨势大，爱有风大雨也是好发生。另一方面，爱一直到下礼拜2，落雨才会慢慢较热。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代替对3月开始台北车头的大厅，无要开放给民众坐伫咧涂骹。代替在今仔日也证实讲，未来有可能无要继续开放。代替也表示讲，主要是这2个月来，车站的大厅有变较清气啊，旅客袂互坐伫涂骹的民众阻碍到，有可能会继续保持安尼的做法。因应新冠肺炎，在车站大厅2月底大公告禁止民众群聚。过去拄着假日有民众坐伫涂骹，甚至食物件，今下冷清也清气真济，代替近日来补飞机。考虑指挥中心还未解除群聚禁令，另外国际疫情还未平稳，所以就算是疫情落落来，开斋节确定无开放大厅，互民众聚会。未来大厅也无互民众坐伫涂骹群聚。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比较清干净整洁，然后比较清幽那种感觉。不够啊，不然我总要坐在行李箱上面。所以你也是觉
觉得这边应该要可以做才比较好。嗯，对。代替强调，并不是针对特定族群。台北车站自2011年商场进驻改建后，原本位伫中央区的票房刷往西平，中庭大厅设计成乌半基半价的多功能电影厅，提供公共艺术也是商业活动出租服务。也毋过却演变成无电影时民众坐伫涂骹聚会，代替过去体谅义工伫开在这军驻车站内是咧庆祝过节，只出动人员维持秩序，并无强制禁止。从禁止地板席地而坐以后，那原则上我们发现，确实对整个环境的感觉的一个清爽度会比较好。那原则上，目前我们台铁原则是倾向将来也不开放席地而坐的一个方式。那至于要如何来做，那如何来执行，我们台铁会再研议。也毋过，交通部长林佳龙认为，只要管理适当，疫情结束后会当考虑开放台北车站大厅，予义工伫假日使用，已经请代替评估无共方案。像假日开放，也是限定节日开放，也毋过最后敢是开放交予代替建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疫情长期稳定，因若使用徛名济无做伙用餐的原则之下，台北市对今仔开始要开放50人以下的场馆。副市长黄珊珊也宣布讲，后礼拜会放宽到100人。因若讲到酒店舞厅当时会当复业咧，市政府暗时会甲业者做伙来开会讨论。台北南港的亲子馆铁门规个拖落来，已经要2个月时间无对外开放啊！即阵因为疫情有较累，台北市政府对5月18开始实施第一阶段室内场所的解除禁令，伫咧无做伙食饭，也有采取徛名制2个原则之下，开放50人以下的场所，而且对5月25开始会小煞解除封锁100人以下的公有场所，包括囡仔甲大人上盖机台的亲子馆也会重新开放。26号我们会开放亲子馆的半数入园，也就是原来的组数，我们可能在数庙上面先减半。原则上，下个礼拜开始可以试着开放100人以下。即阵因为考量要保护学生，大专以后拍算伫咧7月初6开放，大国中也有小学啊拍算伫咧7月15开放。啊，若外界关心酒店甲舞厅，什么时阵会使重新回来做生意咧？台北市政府伫咧5月18暗时召开恢复营业的说明会，和业者讨论讲要安怎开放，准讲业者会使配合台北市政府伫进驻啊来做公共安全相关的检查，而且会互业者会使豆啊回来开工。他们申请完，我们就排定时间去检查，检查通过，另外实名制我们相关的要求，他们也做得到。我们确定他做得到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一家逐一开放。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政府当咧处理5股的粪扫山，内面却出现中风工程的粪扫蹲去台北市的情形，是因为这个粪扫山烦恼予新北市会甲伊罚钱，最近唔敢收一寡废弃物，才害一寡卡车甲废弃物载去台北市的分类场，偏偏是台北市的也是甜甜啊。拖拉机排真长，拢是等要开台北市某一个营建混合物分类场。每到中风工程产生的废弃物，4月底开始相北出现粪扫大战。新北市政府决心整顿5股粪扫山，当地暂时放营建中风废弃物的山石场，烦恼方法唔敢搁再接受粪扫。新北市清运的拖拉机只好开往台北市来找分类场来处理。新北市的政府没有配套啊，就休息啊。他只有在台北市的啊，新北市就没有在的啊。对，因为他们垃圾场等于全部都关起来了，只能挤到台北市来。在行情价一车多少钱？会变比较贵？会啊，都一车都要7、8千块这样。中风会使用茶帮、庄仔角、土方这事业废弃物无用凊彩，都伫焚化炉。拖拉机司机讲，暂时找无新北市的分类放的所在，即阵清一转的费用也对5000外起到7、8千块。台北市环保局讲，最近也查到新北的废弃物再来台北市倒。台北市已经有4间的分类场超量超收，即阵已经暂时无收了。现在目前是有4家，他们正在整理场地，那他已经量比较满，9家是表示说他们目前还是可以正常收售，没有问题。那只是说他们有的可能就会在门口这个贴出告示说，我今天只能收，比如说100辆或者200辆的。随意的去弃置污染环境，这都是违法的啦，不能够说把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作为他违法的一个合法正当性的一个理由啦。
新北市强调执法的决心，不过也讲会找相关业者座谈，了解这个代志。第一期内已经协调3间合法业者处理，中长期的辅导下来非法的沙石场业者转型真做合法。业者是私底下讲，这道长期拢是伫夹棚内底求生存，5股粪扫山无成安置，就整顿，若是粪扫无所在通去，有小也影响从行业无度动工，甚至停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武汉肺炎伫中国好亲像是完全压袂落来。除了东北甲武汉以外，上海镇也有确诊病例咯。根据中国官方表示，17一天就新增加7个病例，其中有3个是本土个案，伫咧吉林甲上海。另外，上海对10月开始，国小3、4年以上学生拢已经开学啊，疫情敢会继续滚假咧？值得咱继续来关注。你在学校可以学到很多网课上学不到的知识，所以我觉得开学在学校里学习绝对是对我们一件非常有利的事情。等真久，终于等到学校开学，学生拢真欢喜。早起也未到7点半，教室差不多拢坐满。上海4月下旬开始分阶段开学，18除了小学的低年级，也有幼托机构以外，全部拢要到学校。不过入去学校进前必须爱先检查。那晨检主要由3部分组成，第一呢就是早晨醒来的时候，家长要填报健康信息，其中包括孩子的健康情况、同住人的健康情况。严格检查，防止疫情恐慌出现。中国境内恐惊爆发第2波武汉肺炎疫情，除了武汉甲东北以外，上海也出现病例。新增确诊病例7例，本土病例3例，分别为吉林2例、上海1例。要根据境外疫情变化，对入境人员、参与入境转运人员等做到应检尽检。卫健委说明，这个个案带着500姓，10去上海切头路，北去过虹桥火车站甲浦东新区宾馆17确诊，而吉林17搁再有2例本土案例，虽然市进入见习状态。18、12点起实施上界严格的防范控制，区域内底有确诊也是疑似个案，就全部封闭管制。红门区18开始，商场全部暂停营业，只有超市延开。抗疫专家钟南山坦白讲，中国面临第2波疫情风险。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霹雳是认为无乐观。它和温度呢没有那么明确的关系，所以现在你像印尼啊、印度啊，温度都挺高，但是现在它传染的也很多。即使疫情控制了，我想还是要戴口罩的。这个还真是养成这种习惯。我估计这个口罩啊，在1年之内是起码到明年这时候是摘不掉的，一时半会儿摘不掉了。疫情爆发几啊个月，新冠病毒依然无消息。中国官方讲，全国防范控制良好，加强境外输入管制，就惊放松了后，进前疫情大爆发过程又搁再出现。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印度。印度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17已经超过9万例啊！印度政府也宣布讲，要搁再延长全国的封锁期，会一直延长到30日。印度孟买的街仔路，一大群移工等咧排队，希望会当赶紧离开这，坐车返去故乡。孟买是政府列出红色限制的区域，嘛是疫情上界严重的30个城市之一。आदमी मर रहे हैं तो उनको किसी को छूने नहीं दिया जा रहा है, उनको ले जाके जानवरों की तरह फूंक दिया जा रहा है। भाई हम मरेंगे तो अपने तो गांव देश के लोग तो हमको देखेंगे, नहीं तो उस तरह तो हमको कोई देख भी नहीं पाएगा। 印度的疫情继续伫咧唱悬，17确诊累积的人数已经超过9万例，超过中国。因为疫情愈来愈严重，政府宣布原本定伫咧17半暝到期的封锁令延长到30日。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这已经是印度联邦政府第4届延长全球上大规模的封锁，去互合作封城4.0。进前，印度已经因为封锁付出真大的经济代价，超过1.2亿的人失业。即马继续延长，恐惊会造成几啊亿的百姓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封城4.0会维持大部分的限制，也就是航班、铁路、教育机构、餐厅、酒吧、电影院、甲大卖场等等会继续关咧。病院、甲药房，也佮有卖生活用品的干妈店等等，拢会保持营运。咱若疫情无遐尔严重的所在，会放令规定。另外，伫咧经济方面，是有较大幅度的放令。由地方政府根据疫情严重的程度，划出高度封锁区，村的所在的工厂甲办公室，拢会当恢复运作。法兰西日是这个法国国际新闻频道的报道指出，印度已经有几啊个邦表示允准商业重新运作。伫咧这进前有几啊个邦，卖游说联邦放令限制。记者综合报道。
面对疫情，有人是无用甲一箍鸡卖分货，有的人却开始变甲真爽势。伫咧泰国疫情开始稳定，万国的大型购物中心也开始恢复营业啊，人客也变甲真侪来到这个所在踅街。不过防疫措施也是要继续爱做，有机器人4界监控体温，食饭也是要保持社交距离。这是泰国的万国热门景点天乐天地购物中心，在这一开门营业，人客伫咧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下消毒、防体温，也拢正常接人入去踅街买物件。要不甲以前无同的是，人客就要先注册订立政府的防疫系统，伫咧以後疫情發展時陣要追蹤較方便。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ไปแล้วเนี่ยยังต้องมีกำหนดระยะเวลาทั้งเช็คอินเช็คเอาท์เนี่ยซึ่งวิธีบอกว่าเป็น new normal เนี่ยแต่จริงแล้วเป็น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ชีวิตซึ่งทำให้ไม่เหมือนเดิม購物中心內面有機器人4個行叮當磅體溫，食物件的所在要加裝隔板，保持社交距離。泰國目前確診3100例，死亡是無到100例。在過去2禮拜，每天嘅確診攏伫咧個位數。有人客認為泰國嘅疫情並無嚴重。The staff in the mall, they're taking really care about the rules, about the security rules. 泰國自3月2日開始進入緊急狀態，迄當陣包括北客商場在內的公共場所加相關活動，譬如講餐廳、酒吧、美容器、體育館，攏規定愛關起來。伫4月底的時陣，宣布延長到5月底。伫咧過去正依靠中國旅客真濟細間店，自1月以來生意攏加正歹。即馬商業活動有慢慢放零，嚴顧因監管較注意力。伫越南政府放零防疫限制之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世界遺產的下龍灣，10日來了真濟遊客，嚴顧也是真濟人無保持社交距離，翕相時陣也攏甲喙掩摕落來。越南甲中國的邊界小接。中國疫情一開始時陣，越南就甲邊境關起來，防疫措施正積極，也得到國際社會呵護。不過，真濟景點關起來，影響經濟。今年1月到4月旅遊的收入比往年同期減少45%，相當是3.4億美金。當局因此將目標增到國內市場。記者綜合報道。講到武漢肺炎影響到全世界經濟，就連世界第3大經濟體日本，猶原是真淒慘。日本政府伫10月所公布的資料，今年正月到3月，日本國內 GDP 甲去年的同時間來相比，3.4%，而且是連續2季攏佇咧倒落，這也代表講日本的景氣當咧衰退啊。日本頂一季嘛，就是去年10月到12月 GDP， 甲前一年同期比起來減6.4%。今年的1月到3月嘛出現跋3.4%的現象。根據國際經濟學界通用的定義，日本技術上進入景氣循環的衰退階段。まず1、3月の GDP について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による外出自粛などの影響があったものと考えております。就算日本政府目前像部分的歐洲國家同款，實施全國封鎖，是用緊急狀態來取代，但是嘛已經讓大部分的工廠停工，生產面的供應鏈秩序大亂。關節措施嘛，讓民眾無法度出嚟買物件消費，經濟活動停落來，嘛讓民眾的收入減真濟。加上對去年10月開始，消費稅率對8%起到10%，讓民眾消費的意願更較低，相對的打擊，讓 GDP 是真淒慘。若是要望後一季嘛，就是4月到6月，專家是更較無看好。路透社訪談的經濟學者甲分析師認為講，日本4月到6月 GDP 會比去年同期減22%，是日本有記錄以來衰退上大的幅度。不過，甲其他的經濟體比起來，日本的表現也毋是上歹的。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報道講，美國4月到6月會比去年衰退25%，若是中國1月到3月 GDP 會比去年同期減6.8%，是中國有記錄以來上歹的記錄。若是各國的政府一直咧推出新的措施來刺激經濟，也是延長現有的政策，效果是安怎，就要繼續觀察。記者綜合報道。高雄市長韓國瑜因為請假選總統，頭擺伫市議會甲市民會室裡，韓國瑜面對哪裡議員的質詢，以後表達出一心無中的想法。在這裡要向市民朋友致上最高的歉意，非常非常的抱歉，市長不在家，讓市民朋友操心擔心。在議會施政報告之後，高雄市長韓國瑜對請假3個月選總統表示抱歉係失禮，只是這話讓民進黨議員聽到無起上大的作用，質詢議員是真強烈。你選擇
走一条最坏的民主示范，最差劲的公民教义，就是叫大家不要出来投票，就是典型的选举诈术。我坚持不考虑2020。我们真的是问心无愧。民进党团家己制作影片考试韩国瑜，也呼吁民众6月7日到阵来高雄，和政治甲经济拢100分。有议员问韩市长是不是有掌握到罢韩投票和地下搅盘操作控制？地下赌盘，早期上早听着讲一样60万，哦，同意票只要超过60万，伊就赢。针对如果这一次罢免案有买票的，有开职业赌盘的。我请李局长这边做一个专案的调查。韩国瑜对着媒体伫问罢韩议题的演讲拢无回答，伫个议会内底真侪议员追问的焦点。总统选输了，你有没有检讨过？为什么会被罢免？这题问的，的确是很震撼。时光倒流，时光是不会倒流的。但是内心除了希望帮国家做事情之外，也真的是希望帮高雄也能够好好做一些事情。而国民党团家己做红时代，顶面写着无对立、无激化，绑伫民进党的黄时代边啊，也互人感受到国民党甲民进党对决的紧张。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一直伫南海有动作，日本媒体日前也报道讲，中国解放军按算伫8月在南海要举行大规模的登陆演习，因的目标设定是台湾的东沙群岛。在今仔日就立委质询的时阵，也提出讲，国防部应该点动兵马，不过国防部敢若讲，一切拢有伫咧掌控当中。日本共同社伫顶礼拜报道，中国解放军正计划伫咧8月时阵，要伫咧我军海南岛的南海区域举行以突出东沙群岛为目标的大规模登陆演习。对此，立法院国防委员会18月做南海情势加战略部署的报告，有立委讲，目前东沙群岛的驻军是海巡署，国防部应该规划单性驻军。改成全部驻军，这个是没有办法做哦，或者说这长期。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有风险出来，有没有可能弹性驻军？包委员这要按照政府的政策来办。因为内阁总辞，所以是由副参谋总长代表国防部长参加备询。国军对南海情势相关，国防部强调相关的演练拢有掌握。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讲，伫最近1个月，美军的舰艇战机接出现伫咧台海加南海，所以部署是改采机动性，飞机加舰艇的先进性要提升。伫3个时阵，更加有双航母演习。认为国防部应该加强跟附近国家的合作，在台湾周边海域、南海相关的其他它的武器的能量提升，是的，出现的频率提升，是的，甚至于联合北约的军舰，或者是加拿大、澳洲的军舰，澳洲其实在这边量能也比往年更高，这第一个改变哈。是的，王定宇也讲，国防部伫咧2019年中共的军力报告书内面有讲到。中国想要夺取东沙岛，国防部对东沙岛的防护会让加强寻求国际合作。记者综合报道。今年5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了后，就是总统蔡英文的第2任期啊。不过，因过4冬，两岸关系一直拢无进展。今年搁再加上武汉肺炎的关系，两边是交锋对垒。中国阁讲台湾想要照到疫情独立，有学者认为讲蔡总统5月20日的就职演说会是一场的关键。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与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这是历史事实。2016年总统蔡英文的5日抗就职演说，拢无讲到9二共识，也被中国国台办评为一份无完成的考试单。4年过去啊，两岸无对话只有僵局。2020年初，蔡英文故意史上上关票817万人任再度向中国化为和平、对等、民主、对话。这8个字是两岸重启良性互动、长久稳定发展的一个关键。蔡英文8日接见基台两岸中溪良性互动，不过中国对台湾主权却是步步进逼。今年3月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为甘美叫武汉肺炎就引起双方的互杠，武汉包机协商过程也互相竞争。中国更加直接禁止中国学生来台，也搁强调台湾是以疫无毒。不过疫情是会过去的，那两岸咧。
学者普遍无乐观，认为未来4年可能无多改善，电动爱避免出现小拍火的可能。前一阵子华航尝试去改名也好，或者是说最近绿营的立委说要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国家统一前这些的字眼这些的句子等等他们都觉得说是一种实际上的挑衅的一个动作。为了凸显台湾意识，民进党立委提修法，拍算去掉国家统一的字，再加上疫情引起中美对抗升温，台美关系强化。刘建民认为，和中国开始怀疑一中范围敢是开始松啊。蔡英文第2任的就职演说，更有学者讲，是影响 ECFA 会当延续的关键。一旦 ECFA 终止，政治的冲击将大过经济。因为你要加不进去的话，台湾经济一定越来越边缘化。人家韩国东协国家都是免税。我们的货物要增加税去卖，怎么卖得出去？所以有经济上很大可能的潜在的伤害，当然有政治的效益，就说你国际地位越来越孤立嘛。ECFA 自从媒体2020年9月改完10年，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也捌讲，无希望中国终止 ECFA。为经济、政治和国际，台湾进入后蔡英文时期，所落来4年的两法关系，敢袂当像胜选时所讲的，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稳定发展，恐惊充满了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大会在今仔日开幕，台湾虽然无受到邀请，不过高医的外科教授关介地，因为伊是世界国际外科学会的候任理事长，所以有受到邀请参与 WHO 的视讯会议。伊表示讲，台湾的外科手术技术是世界有名的，真侪国家会想要知影台湾的经验分享，无的确未来用 NGO 的身份加入也是有可能的。因坐伫 WHO 会场内底参加会议，这是关凯丽教授甲医界以及外国单位10几年来努力成果。台湾因为外科技术在世界排第1、第2名的地位，互咱用以 NGO 的身份加入世界国际外科学会，来分享医学实务经验的情形。我们的情势如果不是靠国际外科是很难的。我看看我们台湾的这些技术就是真的是非常好。12年前，台湾把事先拢唔知影，就被踢出世界国际外科学会。关凯丽教授请1年的长假飞到各会员国，用各种人情，并且提出实力证明，台湾才阁重新入会。而咱国也把伊把先粉尘薄纱、烧烫伤病人的例来甲国际进行交流。我们上一次台湾到 WHA 就被邀请去开会说话，是八仙城堡的时候。北部的医院们，他们在烧伤病人治疗得非常的好，所以被邀请去那边做经验的分享。相信我们只要持续的努力，应该这个状况会改善。关凯丽教授建议加入 WHO 卖受着急，对华反倒等的严加防范，即要咱的医学技术继续愈来愈好，相信也受加入 WHO 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健保署上新统计，今年头一季民众去病院诊所的门诊量，甲去年同时间来相比，减了513万人次，而且4月一个月就减少495万人次。健保署表示讲，主要是慢性病甲轻症患者唔敢来病院摕药啊。不过精神科人数却是一季就增加到10万人次啊。武汉肺炎的疫情拖过6个月，虽然最近国内疫情有较弱，但是嘛是有不少民众因为惊去防袂到，就算破病嘛唔敢去病院，也是诊所看病摕药啊。大医院毕竟人多，感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受到疫情的影响，各病院甲诊所的门诊量拢减真济。根据健保署的统计，甲去年同期比起来，今年第一季1月到3月，病院整体门诊量是减5.6%，大约117万人次；诊所是降7.4%，大约355万人次。气科减33.4万人次，中医减8.4万人次，尤其是4月份，整体门诊量就减495万人次，是上界明显。减少的是慢性病的病人，因为病人他不敢回来拿药嘛，大部分都回到社区药局或者是这个基层诊所去拿。互人较意外的是，去看精神科的人变多变多，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增加差不多10万人次。精神科的这个门诊人次是有些微的成长，大概成长了5%。那从去年大概198万人次，今年到208万人次，大概多了10万人次。针对这个现象，三总精神医学部的主任叶启斌临床发现，疫情的期间，除了原本的患者以外，
有部分因为居家检疫也是隔离者家属，嘛因为烦恼亲人，所以产生伤过烦恼，失眠等等的镜头来看医生，互精神科的就医人数加真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电子烟，唔那伫咧网络顶头卖，但伫实际店面也是愈开愈侪咯。当时基金会接到民众的投诉，伫咧新北市的中和永和地区，就专门伫咧卖电子烟的店开伫咧2间国小附近，甚至有专门伫咧卖薰吹店，就开伫学校对面。基金会也认为讲业者是存心不良，根本就是想要卖互学生囡仔。新北市永和区2间国校啊面对面，敢若隔一条车路是典型的学区。不过，我角也无200公尺的所在，都有一间电子烟的专卖店。当地民众是感觉真无妥当。因为小孩子他判断力也没那么强哈，他也是有好奇心，说不定会去买来尝试一下。我觉得是不太合适啊，对吧？因为旁边就有国小嘛，而且还不止一间呢。还有一间卖薰的专卖店是搁较巷，直接开伫咧学校的对面，无到10公尺远的所在。当时基金会接到民众检举，认为业者是挑工开伫咧学校的4颗梨啊，根本就是想要卖互遮的学生。高中以下的学生来进行电子烟跟加热烟的贩卖，让他们早一点就变成了烟商谋财的一个工具。不过业者强调，店开无半年，并不是挑工选伫咧学校附近，卖薰的对象嘛严格来筛选，绝对袂卖互未成年的学生。我们就会把他阻挡在外，那也未满18岁，我们也不给他进入这样。不过，当时基金会表示，目前电子烟敢若会当以药事法甲烟害防治法管理，药事法敢若会当针对有尼古丁电子烟来裁罚。若制造输入是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罚1亿的罚金；违法卖电子烟会处7年以下，也有5000万以下的罚金。不过，大多数的业者拢讲，因的薰无尼古丁，敢若会当照烟害防治法，针对外形像薰，或者是有类似食薰的情形来裁罚。制造输入是处1万以上5万以下的罚金。不过，卖的人敢若罚1000块至3000块的罚金，对业者来讲是放下电牛角，无感觉嘛无采工。我们只能看他，比如说他有几款的电子烟，罚他几款，但是我不能说你不能营业菜号招牌，不行的。那电子烟专卖店开伫学校附近，新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也无法律通好管，敢若会当透过行政作为，包括营业登记，或者是敢有确实纳税来监督业者。不过，消基会建议会当透过自治条例，比较管理资讯休闲业者的方式来管理，规定电子烟专卖店爱离高中至400公尺以上。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姓江的查甫人，因为这个月初6，甲人偷摕物件，互关伫咧台中看守所。想袂到关无几日，却因为头壳内面出血，紧急送医，落尾是严重甲救袂回来。家属认为讲看守所的人员拢无交代过程，即比讲伊的死因无单纯。我唔敢管啊！世间受刑人的母亲流目屎，情绪非常激动，因为后生才伫家无几天，却因为落来出血紧急送医，最后抢救无效。家属认为台中看守所有疏失，需要负责的真相。迄唔是家己老公都有法度讲会弄个安尼，主治医生嘛讲很重几率的打伤了。我希望他查出来说，我爸爸他的头是怎么受伤的。他不要跟我讲说是在他被关之前就受伤了，因为这是不太有可能的。世间受刑人的后生表示，爸爸因为窃盗案，被判刑3个月，今年5月初6入监。5月11日小8到台中看守所实行会客，当时爸爸意识拢也真正常。5月13就接到看守所通知，讲爸爸出现酒精戒断症状，需要带入培德病院治疗。5月15爸爸被送入培德病院，也毋过加等到16，就因为落来大量出血，被紧急转送中国附医急救，也毋过17急救无效，宣告死亡。对家属的这起，台中看守所表示，检方已经介入调查。就是那种外伤，他怀疑说是我们没有好好照顾他嘛，对不对？或者说是我们在里面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嘛？那我们就把这个相关的资料提供给检方，是这样子。台中看守所强调，相关资料甲监视器画面都已经送交检方，绝对无隐瞒。现家受刑人捌表达身体无爽快，当时送看守所的卫生科看诊，15送培德病院治疗，双方拢有以专业医助处理。检方将伫19会同法医解剖。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只麻雀伫4月食到一只中毒鸟鼠，想袂到涉伫屏东的田里。经过屏区大保育类野生动物收容中心，甲一只麻雀照甲到真好势。伫4月时阵也进行野放，想袂到这只麻雀一下就往北边飞300多公里啊！因为中毒涉伫咧桥仔远的麻雀，
何国内对麻叶的研究有历史性的发现，去用号名叫做桥仔的麻叶，今年2月份去用发现伫咧屏东的产地，身体真虚弱，互送去屏科大保育类野生动物收容中心治疗了后，研判是食着鸟鼠药啊中毒。他刚来的时候就是呈现虚弱的状态，我们给予他止血药物以及老鼠药的解剂等等的，在治疗过程中他慢慢的康复了，那也把他换到比较大型的笼舍来去观察他的飞行跟食欲，大约2个月多之后就顺利的进行野放了。屏科大团队为分输顶的卫星追踪器发现，5月初5展开真罕见的长途搬线，创下3项纪录。伫咧1天内往北飞要300公里，沿中央山脉为屏东飞到宜兰，时速有60公里，打破南北麻叶无往来的纪录。过顿工，佫飞去基隆港，甲当地的麻叶会合。5月初8早起，这只麻叶佫为富贵角飞200多公里，去到中国外海，到达已经晓伫咧中国几啊个城市。它从台湾的南部走到台湾的北部，创下第1个纪录。再来就是它海拔跑到海拔2500，那这是它第2个纪录。第3个纪录呢，就是它是我们首次记录到黑鸢原来出海了。台湾也有候鸟的黑鸢存在。研究团队是感觉真惊喜，因为屏科大从2010年累积已经有30件救着受伤的麻叶，或者是麻叶死亡的案例，其中中毒就占8成，而且敢若有7只幸运有救倒转来。这只麻叶桥啊，因为中毒差1点仔死亡。竟然伫咧复原了后，就随完成长途的飞行，嘛创下台湾研究麻叶的纪录。记者综合报道。蛤蟆是婚姻未了海丰社区重要的经济来源，想袂到这个蛤蟆壳伤过济，也是变做真歹处理的产业废弃物。海丰社区就开课教示外人用蛤蟆壳做大话，咱也做伙来看卖。甲蛤蟆壳黏伫咧纸棒顶头边啊，这个大有金葱的大纸，唔免3、2个的时间，阿公阿嬷就甲这把以蛤蟆壳为主题的艺术品完成啊。做了袂歹啊，好耍好耍啊！大家来娱乐啦，啊，动骹手啦，啊，头壳了叮当的啦。对婚姻关未了乡海丰社区的居民来讲，蛤蟆店那亲就是因的做习惯，因为大家都拢靠蛤蟆食清过日。不过大量的蛤蟆壳，即阵也变做是真好处理的产业废弃物。即阵海丰社区的关怀据点，带时代用蛤蟆壳做简单的布置，增塔社区，也让这些长辈有机会创作，发展成 DIY， 然后就统整我们这些社区阿公阿嬷的智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贝壳贴画。对靠海接生、逐工护蛤蟆、捡蛤蟆的时代来讲，这把蛤蟆壳的作品，唔简单是因大时间的成果，更加代表英国因踮伫咧海波，为着三顿打拼，种种的基地。记者综合报道。人讲路见不平是气势迎人，所以来要看的这群人，因唔是迎人哦。伫咧彰化县是因为因这个所在真侪钢线带伫咧涂骹，那准备刷工的时阵，拢爱甲路挖开，也因为路一挖开，路就会无够平。伫咧彰化县有一个叫做道济基金会会长的施庆全，伊在14当前成立道济补路班，伊家己开钱买一寡点仔架，甲遮的人做伙来铺桥造路，希望互大家民众出去拢有平路，出入会当真平安。天暗嘛，一群人摕手背，甲拄破去，搭上个点仔架，背好平。这8年，原地涂骹密密茂茂，即阵拢平啊。伫咧彰化世界替人补路的，毋是县府派来的骹手，是道济慈善会成立的道济补路班。阮遮的成员，大家日时拢有咧做工去，啊暗时就是拢利用暗时7点半至8点这段时间，啊大家做伙啊出来啊铺路，嘛是做啊大家拢很高兴。搁伫咧火车顶悬，道济补路班这5字的灯火闪闪死。补路班的成员甲规包的点仔架冒去后斗，准备搁去另外一个所在补路。10几年前，捌做过彰化县道济慈善会的会长施庆全，因为伫咧做囡仔时，捌因为路无平出意外，转跋甲大坑细里，所以伊决心要创一个补路班，伫咧家己的能力范围内免费替人补路。伊的好意也感动众人，补路班的成员拢讲家己即阵补路的技术量得会使出师啊。从头前做的工具吼，为手，敢若用这针啊吼来搭对来，啊到尾也有10个人士有认同咯，咱这补路班的成立成员
为5个，甚至转到50个。中华关道济保路班发挥救助的精神，唔但延续过去大家互相看顾砖头的心情，也望因的打拼会使互出入的人拢平安顺心。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政府开8亿要做一个赤坎文化园区，本地安设在明年完工，却因为乌着危机，搁再延前1年。民主审议委员认为讲，无共时代建筑基地拢踏做伙，会当见证台南400年的发展历史，也呼吁市政府开发着爱甲危机做伙存在。一大片钉钉塔塔的结构，就伫咧赤坎楼东边的涂骹互挖出来。最近民主审议委员嘛去现场勘查，初步对因的生活行为做判断，年代差不多是清朝中期到日本时代。它的边边都是有那个就是磨掉的痕迹，对，它其实是被踩踏，就是说以前的人他其实是走路大概是走在这个平面上，所以他会踏过这个水沟。这个的走向，包括那道墙，那道墙的走向其实都是跟这条路是平行的。为结构会当推论出迄当阵生活空间的规划，不过这个地点原本予台南市政府规划做赤坎文化园区，包括附近的成功国小，嘛是园区的范围。原本定伫咧明年完工，不过因为乌着遗址，敢若会当暂时冻点。咱若即个50公尺宽、80公尺长的遗址，是台南这几年真罕见的大面积遗址出土，文史界嘛望会当甲保留落来。当然爱保留但是建设那是爱，就是说在变更设计的情况之下，新旧保留共同在一个历史，在一个城市里面更能彰显出一个城市的一个光荣的过去，还有它的一个未来的前瞻。包括清朝常常看的建筑风格，还有清朝一直到日本时代车路的规划等等，嘛得现早期台南府城人民的生活空间。针对这点，台南市文化局表示，未来会上文化资产审议会来讨论甲决议。这个地方对于赤坎楼周边过去的一个土地的一个使用行为这个部分其实史料上是没有记载的。当初全面来做一个揭开调查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做最清楚的一个揭露，然后做一个严谨的一个审视，这样子。另外，原本成功国小校舍一级工程的范围，也发现日本时代明治宫学校帮社的遗址。针对这点，文资处讲，设计单位已经照现场勘查做出决议，以上大化的保存条件来进行变更设计。咱若赤坎楼东边的遗址，是爱收集更较侪资料，才阁共同讨论决定未来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沙丁埔，英国是台湾加工制造业的重要区域。设计师徐景婷伫沙丁埔发起乌色自路计划，串联伫咧100间的劳工场，希望大家会当看到台湾在地活力。今日中正北路的巷仔内，上100间的小工厂，各种的加工制造拢有，真自然变成一条生产线。这沙丁埔阮家中正北路就侪工厂的啊，你要射出成型啊、车床啊、CNC 什么拢有啊，所以基本上应该80%的加工，我觉得应该都可以满足啦。对设计师来讲，这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甲生产力的所在。不过，若是对生产的过程无够了解，沟通可能就会出问题。因为伊无了解，所以要问阮啥，有当时伊家己嘛唔知影，阮嘛唔知影讲爱甲伊讲啥的，这是较大的问题啦。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徐景婷设计一个专门介绍工厂加工技术的图腾。用讲的吼，真正就歹理。很难理解哈，了解啊，就歹了解啊。阮就甲伊做出来，你会使来看，迄有一寡 sample 嘛。除了替工厂甲设计师建立沟通的平台，徐景婷嘛带学生、外国朋友来遮参观工厂。我唔敢讲我伫遮做的代志是安怎啦，但是讲加减，互足侪人会知影讲伫咧沙丁埔遮还阁有足侪工厂伫遮，嘛迄细仔间人拢足好的你会使来甲伊请教啊。乌色自路的创立，互设计者、创作者、工厂师傅有一个互相交流的所在，互咱大家看到乌色自路代表的不只是工厂内的乌手力量，嘛是咱台湾值得骄傲的乌金价值。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北部地区对23度到28度。中部地区对23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23度到3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2度到30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昆阿看医护人员跳舞，也感谢恁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是咧讲山的倒位咧 ？A 山顶 ，B 山骹 ，C 山坎。山骹是伫山的下面嘛，土面顶。哦，山坎是迄个中腰中间的那个位阶，所以应该是山顶才对。歹势啦，互你无机会啦吼。没，阮已经想等下下午茶要食啥。拜甲拜三暗时8点，公司台语台，专家有地位。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大家最近过了好无？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这块，就是热人的第2个这块——小满。小满汉字写作小满，罗马字写作思幼小，无满满，小甲满。本条拢是第2条，小满嘛有人读做小满，也是小满，一般拢是伫新历的5月20到22迄附近。这个时阵，北部的稻啊已经小可巴张，不过还未完全巴甜，所以咱讲小满贵。望种穗就是讲小满的时，稻啊开始做贵，田林开始会当看到一粒一粒的稻啊。到望种，稻啊就差不多到粉咯。啊，毋过若是伫南部，天气比北部搁较烧热，稻啊做贵的时间较早，咱就会讲清明贵，国有穗。小满前后，高雄、旗山。味浓，遐个金蕉开始大出，金蕉的营养成分真悬，大家会当加食寡，对身体真好。甲小满的天气有关系俗语，阁有入夏小满，雨水小赶。小满的这季拄啊好是当咧落黄霜啊雨的时阵，雨一直落，落袂煞。厝人若要晾衫，惊会晾袂干。毋过对做事的人来讲，到夜的雨水对作物是真重要。阁有一句俗语讲：小满梅啊雨在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意思就是这个时阵真适合种物件，因为有雨水压田，食物拢会生甲真好。例如小满，小满贵，望种穗。入夏小满，雨水小赶。小满梅啊雨在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今仔日甲大家介绍小满这个季节的一寡知识。
就先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